慢慢背，扯后腿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？下Q 后卡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扯后腿，在背后阻挠、破坏，使人无法达到目的。用力，伊毋是无知情，才做袂成，是有人在甲伊 Q 后卡。他不是没有才能才做不成，是有人在给他扯后腿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